厄瓜多有乌道老大盗角，即阵佫有歹徒挟持冲入去电视台，警方是当咧调查两件案件敢有牵连。南韩的国会以亚洲性的票数通过法案，禁止消费狗肉买卖太拢袂使，自2027年开始实施。美国昨日发射游船号要登陆月球，所以因为成功了后，燃料泄漏宣布失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昨下晡，中国发射卫星，咱国内是发布防空警报，这就引起讨论。尤其是这礼拜六，就是总统大选啊，所以讲三组候选人拢针对这个事件当咧对射。甲民众斗阵翕相展现亲厚的共同好友谊伫高雄归港，扫街拜票甲赛车行程争取支持。针对中国车港发射卫星，国防部发布国家级警报，呼吁民众注意安全。伊个批评严肃国安议题煞这么凊彩，错过人人，偏的是人民生命安全的惊吓。呼吁24点钟赶紧公布真相。严肃的国安议题，怎么这么草率？错误连篇，在24小时内赶快公布是谁下令要发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的标准以前从来没有发过，为什么现在要发？蔡英文说大家不用害怕，他讲那句话才让我害怕，就是说，真的会认打来，大家当场要躲，要往哪个地方躲，大家晓得吗？政府做什么事情，老百姓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在操作什么？选举策略什么，所以这的确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民进党国民党是去宜兰罗东为党籍立委候选人拜票，佮到新北扫街，强调建立正常国家第一步就是政府是可信的，真正问题是伫国防部哪会发错误的信息。那才是飞弹拍过来，大家要比倒位咧？对外界质疑国防部警报引起民众惊吓等解决选举的证据，赖清德也做出回应。搭载人造卫星的火箭的路线图啊，的确是有飞越台湾的屏东跟台南的上空啦。所以国防部一方面基于人民有知的权利，公布这一个讯息，这是应该做的做法。伊强调人民有知的权利，国防部公布相关资讯是应该。赖清德七早起用台湾扫街，佮出席苗栗县彰化县造势，全力拼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国的选举消息，南亚国家不丹的国会选举，经济危机甲青年的失业率是选战上重要的议题。前总理妥杰领导的人民民主党胜利，所以讲这妥杰就有机会去做总理。197。不丹大选的结果测查出来，前总理妥杰的人民民主党摕到国会47席内底30席，重新摕到执政权，妥杰有机会转来做总理。另外一党不丹延期党摕到剩的17席。妥杰是不丹2008年头一届国会反对派领袖，有匹兹堡大学机械工程、甲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士的学位。2013年到2018年，伊担任不丹的总理，主张环保。选民这届对伊上大的期待，都是带领国家脱离连续5年超低经济成长的危机，解决有甲29%青年的失业率，让大量去澳洲找机会青年会当回来。这嘛是两党共同选战的重点。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and regard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think there has been a major setback in our revenue as the pandemic has affecte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So I think in the upcoming years, I hope the economy flourishes. Primarily unemployment, the economy, and also people are losing hope in terms of the youth living abroad, mainly in Australia, and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nswers. 这个是从2008年不但为君主制转型议会制以来第4届大选，真侪民众是拢跋山过岭，都要几啊天的时间，才有法度去到投票所投票。不丹的人口有80万人，伫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也就是中国甲印度之间，两个大国拢伫争夺对不丹的影响力。这届大选嘛牵连边境争议的领土甲地缘政治的问题。两党拢宣示要强化甲印度的关系，支持下境的铁路，引进更较侪游客。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表示，若是台海战争台湾无应战，因就真歹救出伫咧台湾的日本人。中国驻日大使馆就批评麻生干涉内政。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阁呛南韩是主要的敌人，若是有机会会用尽一切手段甲力量彻底消灭南韩。英国《Times》报道，英国上新的研究，提早停经、生过4个囝以上，佮有接受荷尔蒙补充疗法的女性，会造成着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增加50%。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证监会 X 口罩去互入侵，发布比特币的假消息，造成比特币伫咧24点钟内大起大落。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世界银行预估2024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是2.4%，不过因为战争甲通货膨胀，全球的经济可能会面临30年来上界凄惨的5年。来看国际天灾，美国、韩国甲乌克兰拢正咧靠大风势。美国南方是已经有3个人死亡，超过41万户停电。这福州甲北卡阁有出现加利亚风，也若是南韩迄边是交通大拍结。若讲到乌克兰，因迄边毋若当咧战争，加上佫降到零下15度，这供电的系统根本就制作袂调，有就称的城镇无电通用。落大细汽车树仔建筑物拢总覆水砍掉的。2024年才拄开始，美国就迎来第一个冬季风暴。初稿开始，中西部甲五大湖地区继续落雪。国家气象局表示，即使发生伫风暴的北部甲西部边缘，佮包围东岸，落雪量有计达到20公分，佮有强风。美国南方也受到风暴严重影响，已经知影有3个人死亡。时速超过88公里的寒冷强风加冰角，吹过佛州，佮进入阿拉巴马州甲乔治亚州。另外，还佫出现几啊件的加利亚风。风暴也造成12个州超过418000户的家庭甲企业停电。另外，西北部的卡斯卡特山甲奥林匹斯山发布10年来头一摆的暴风雪警报。初稿美国有900多架航班互取消，5300架班机延误。那韩国首尔也拄着大雪，造成交通中断。原本塞车上班的上班族，只当改坐大众交通工具。受到风向的影响，雪台已经向内陆刷动，影响韩国更较侪地区，雪继续落到初10早起。也佫有伫乌克兰真侪地方气温降到大约是零下15度，用电量达到即礼拜上高峰。也毋过强风冰霜甲输电设备结冰，使得乌克兰输电网受到损害，佫影响修复进度。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初稿表示，已经造成9个州1000多座城镇无电通用，加上乌克兰能源系统已经因为俄罗斯的攻击来减弱，输电商呼吁民众爱节电。公司新闻新罗为编译。厄瓜多顶期来有乌道老大的倒角，即阵社会局势愈来愈乱，佫有歹徒也冲击去电视台，这爆料画面是规个放送出去。这个案件甲乌道老大敢有关系，也搁在调查。TC 电视台节目当咧直播，收看的民众突然看到歹徒提枪棍仔甲玻璃物弄入两边，佮大声喊因有炸弹，一定工作人员方便连拍伫涂骹。枪声甲叽叽叫的声音，为病内某一个所在传来，佫会当听到一名女性困求毋通开枪。一名人质表示，迄当时家己互歹徒用枪拄伫头壳无偌久，两边关电话以外，当听到争乱声音。Luego vi una compañera con su rostro de terror diciendo, nos vienen a matar. Ya entraron al canal. Paralelo a eso, escucho unos disparos.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将歹徒全部逮捕。只是犯罪过程直播出去，实在让人感觉惊吓。Intervenimos en primera instancia, hicimos un perímetro externo, se extrajo a todos aquellos funcionarios del canal de televisión y luego ingresaron nuestras unidades tácticas. Y el parte va a ser relacionado por actos de terrorismo. No vamos a permitir eso.
厄瓜多7则发生犯罪集团首脑外号惠托的马西亚斯为家中失踪。电视台放特别事件，敢是甲伊的失踪案件关系也太厘清。总统诺保亚采贝宣布全国政治危机60天的紧急状态，就抓打击一寡犯罪集团。加当天到防反击，几个所在发生爆炸案，也阁有警察防绑架。诺保亚采购表示，国内目前有内部武装冲突的问题，当动员部队展开军事行动应用。厄瓜多是世界上大金蕉出口国，也出口石油、咖啡、可可、甲鱼虾产品。也毋过治安真歹，国内外拢有贩毒集团为着将大通往美国甲欧洲的古可前路线控制权，一直有暴力事件。公司新闻吴伟玲报道。南韩的国会将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法案，禁止狗肉买卖台拢袂使。2027年开始实施，这是南韩的社会趋势。根据去年的一项民调，南韩的民众有57%是支持禁止食狗肉，当中有86%讲家己无迄个意愿去食狗肉。不过相关的产业就抗议讲，安尼会去影响到因食青，至少是有1100间的狗场，甲1600间的餐厅会受到冲击。狗仔伫人内底飞来飞去，一直发出叫声。饲的人一间一间饲鸡肉，但只狗仔大到一定的程度就送去台。未来这狗肉养殖场的情形会伫南韩消失。南韩国会初九用压倒性的208票支持，0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新的法案。未来会禁止饲台甲卖狗肉。 기자회견문 이제부터 개식용 없는 대한민국 개식용 종식 특별법 통과를 환영한다. 오늘 대한민국은 생명 존중을 향한 새로운 역사의 장을 열었다. 清华桂冠动保人士将欢喜表示，南韩总算能摆脱食狗肉恶名。南韩数百年来将狗肉看作是进步的美食，高算每年有100万只狗仔被抬，这种传统常常在国际顶悬引起议论。不过，若讨论禁食狗肉，就会引起相关业者反弹。不过，这几年南韩饲宠物的人愈来愈多，对狗肉态度转变，加上总统尹锡悦家己也饲狗仔，上台了后，更加强推动禁食狗肉。 그提出补贴，可抗业者来转导。 2천여 개농장을 비롯한 관련 업계의 전폐업 지원과 그리고 63만 마리의 전국회 관리에 실질적 대책을 마련하는 것이 당장 우리 앞에 놓여 있는 숙제이기도 합니다. 머리를 맞대야 합니다. 新法会有3年宽限期正式实施了后，饲卖甲菜狗肉相关会处3年有期徒刑，或者是罚3000万韩元，差不多新台币70万。不过，对于食狗肉的人并无明令法则。根据动保组织这礼拜公布的调查，9成南韩民众表示，因将来未食狗肉。农民协会是评估，新法上路会影响3000外9个养殖场甲3000间餐厅。公司新闻徐婉玲报道。 美国昨日发射油船号要登陆月球，却因为升空了后燃料泄漏，宣布失败。NASA 嘛宣布讲，本地2025年要就月球的计划延后1年到2026年。这几年世界有真侪国家拢在拼就月球，除了半世纪之前出名阿波罗计划有送人类就月球，后来就无个人类有去哩。也若是探索器登陆的部分，中国这几十年啊，都已经成功3届。 去年在日本、印度甲罗西亚拢有试，不过敢若印度是有成功。一寡国家的目的就是相比拼，另外嘛是看中月球顶头的商机，佮有顶悬的资源。另外嘛是望会当增加国民的信心。 美国的天文机器人科技公司设备伫非洲卡纳维尔角成功升空的月球登陆艇油船号，升空了后，短短几点钟就通报推进系统故障，造成波导号顶部的太阳能板掉向太阳，充把电力电力。也毋过问题需要解决，所落来佫发生燃料出现严重泄漏的问题。等到成功阻止燃料泄漏了后，只船会当提供飞行大约40点钟的容量，登月计划宣告失败。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资助天文机器人公司1亿美金的经费，经过这座任务载运科学仪器到月球，以进一步解答月球表面甲辐射等的问题。即马油船号任务失败 ，NASA 的经费也等于是落地水底，无啥无税。睇到天邦的登月任务也毋拿这一件 ，NASA 署长尼尔森初九宣布，因为种种安全上的考量，原定2025年升空的阿提米斯3号载人登月计划会延到2026年。
This new schedule will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for our partners to have that additional time and make the refinements to make sure we're as successful as possible. 阿提米斯3號的登陸系統成藍火箭是由荷蘭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開發，不過這套登陸系統進前2擺的軌道測試攏已駁雜收場。這項研究的連鎖反應之一，就是太空衫的承包商也因為無法度得到相關的技術資料，所以需要延後定製。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在電影《阿波羅13》當中，扮演太空人的奧斯卡影帝湯姆漢克是推出50分鐘的登月紀錄片《月球漫步者》，把這半世紀進程登月影像重新製作，結合數位投影，讓觀眾親像真正就月球同款。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奧斯卡影帝湯姆漢克製作嘅紀錄片《月球漫步者》，回顧70年代期間，距離月球嘅10個太空人事蹟，同時要介紹2014年要重回月球嘅4個阿米提斯太空人。I mean, a lot of this stuff has just become boilerplate. Neil and Buzz walked on the moon, and one small step of that. But the delight for all of us here is to go even farther to see what happened after, because the fidelity of all, you don't see any computer-generated images here. Everything here was either drawn by. 1969年7月，阿波羅11號成功登陸月球。阿姆斯壯加艾德林駕做史上上早去月球表面的人類，迄時陣留落影片充滿特殊感。月球漫步者照做影像中製加數位放映技術，將現半世紀進程的登月實況，讓大家過回顧太空探測一大步。湯姆漢克佇阿波羅13演過登月太空人，佮製作過幾啊部登陸月球人物影視作品。這擺做月球漫步者的監製、編劇佮配音，佮一擺滿足伊維吉那時代就有的太空夢。He knows tha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exploring space that brings everyone on board and makes everyone excited, and it's really neat to share that with him. Someone referred to space as the final frontier. It's actually the endless frontier. It's going to go on forever. We are a spacefaring species now. We will continue on. 月球漫步者用1969年登月舊規嘅影片，在數位影像嘅重製之下，呈現更較清楚嘅細節嘅面貌，配合好萊塢59製片公司設喺倫敦嘅 Lightroom 數位電場，在4.17公尺寬嘅表面熒幕包圍之下，營造深度嘅沉浸式觀賞環境，讓觀眾親像個太空人到底體驗登月之旅。5, 4, 3, 2, 1. Liftoff. We have a liftoff. Liftoff on Apollo 11. Now join me on a journey back to the moon in a remarkable immersive show at Lightroom. 公司新聞丁淑芬編譯。挪威伫咧環保減碳這地是走伫咧正頭前的，不過這陣因的國會煞是通過法案，要開放深海挖礦。科學家甲環保團體是攏真反對，驚講安尼會去破壞着海洋生態。後面甲英國嘛是話講，挪威政府做的影響評估也有真濟空窗，好讓因暫時莫開放。挪威國會以80票比20票，表決同意開放深海採礦。這讓挪威成做全世界頭一個穩準商業規模深海採礦的國家。不過環保團體甲科學家是真煩惱，驚這會變做另外一個海洋的危機，因為深海採礦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影響，人類也無啥了解，也閣會等更較濟科學研究來評估。The area is in the Arctic. It is one of the areas that are feeling climate change the strongest. It's also very unexplored, and we have far too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 ecosystems that will be affected by deep sea mining. 最近這幾年，清淨能源是真發展，對貴金屬的需求嘛大大增加。挪威這個法案針對因國家的海峽，差不多28萬平方公里的深海，開放企業挖礦。挪威政府表示，會對深海採礦抱謹慎的態度，而且要先通過進一步的寬評，才會開始發執照。EU vil jo ikke ha mineraler fra havbunnen, det vil heller ikke næringslivet. Så dette er jo noe som Norge står i bresjen for ganske alene. Det er 24 land som har sagt at de ikke ønsker det, ha en pause fordi vi trenger mer kunnskap. 唔是科學家甲環團反彈，後面甲英國嘛反對挪威開放。去年11月份，後面120個議員真罕見寫過開會，呼籲挪威國會應該駁回這個計劃，
嘛认为这种的活动会对海洋生态都养成带来风险，嘛会加速气候的变迁。同款面临海洋危机的，还佫有西班牙。这志工举起电器伫海沙堡仔，咧清理几百万粒，互冲起来海沙堡仔的塑胶粒仔。顶个月有一只航运大公司马士基组的货轮，伫经过葡萄牙的时阵，造成至少一个货柜落落海，而且货柜内底全部拢是载塑胶粒仔。De un buque pues, de este tipo de material está ocasionando un grave perjuicio a nuestro mar. Un grave perjuicio formado por millones de partículas de plástico que agora se depositan no noso mar, pero tamén nos nosos areais. E, por tanto, están afectando a flora e fauna mariña, pero tamén a flora e fauna da zona terrestre. 这一粒一粒无甲5米的塑胶粒仔，是做保特瓶甲塑胶袋啊等等的原料。根据统计，每一年差不多有10条粒，伫供应链的过程当中落入环境当中，唔但破坏生态，嘛会累积伫动物的体内，造成食物链永久的污染。当地居民就发生协助清理，都惊塑胶污染的危机愈来愈严重，造成生态灾难。公司新闻江文编译。南韩 LG 电子暂时公布全球头一台无线的透明电视，这电视无开的时阵是完全运行。另外，3车嘛展出全透明的 Micro LED 荧幕，做回来看。鲜艳色水伫荧幕呈现，无出现画面的部分，用直接看到对面的人。电视荧幕不只是黑色，韩国 LG 电子最近伫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及控制室秀出全球第一款无线透明 OLED 电视，77寸大屏幕，解析度达到4K， 用 LG 家己的无线传输技术传送影像甲音讯，关的时阵荧幕就亲像玻璃共款，完全透明。Imagine you're in a New York City apartment and you're in a studio and you want to dedicate space between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kitchen. You don't want to put up a physical wall. You could use a product like this. Since it's transparent, it still provides that open concept feeling without blocking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kitchen. 这种无线透明 OLED 电视用单独立架，靠壁或是挂伫壁使用。LG 按算今年就会卖这种的电视，暗过无透露定价。工厂拍对台是三星的透明 Micro LED 荧幕，3种显示器测试伫 CES 出来，鲜艳色水吸引不少人来看。其中一种用薄边形设计，亲像一片玻璃。三星指出，透明 LED 会重新定义看的体验，让用户更加享受视觉内容。三星进前已经推出 Micro LED 电视，暗过就爱数百万的台票。公司新闻市阮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